后来，这个美国要甲咱扣的对等关税，并不是单纯的20%，而是关税率来加上20%的关税。这是互全台湾的产业界拢真着惊，社会各界嘛观测到台湾美国谈判的动态，以及美国将要公布的232条款，这个半导体的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下晡3点开记者会来说明。因为如果我们在谈判过程，我们过度的来揭露相关的底线或者是我方的想要在谈判中达到的这个目标，那也有可能就影响了谈判的结果。目前我们的对等关税暂时性的税率是20%，所以计算方式也就是原税率再加20%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我们后续谈判，我们主要目标要争取再降对等关税，以及一并磋商232条款。但是在我们达成这个对等关税协议的过程当中，就美方的降税方式，我们也会努力来争取不要叠加原税率的这样的计算方式。陈丽君讲，现行甲美国的关税是各产业原有的税率加上20%。政府嘛成立了线顶的专区，互民众来查询。另外，各部会嘛有支持产业的方案来减轻着关税冲击。政府嘛会继续甲美国来谈判，希望会当争取到这个关税卖个加起哩。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